成功光復上水，水客入獄有罪。我哋嚟示威，佢真係我哋啊！你唔係中國人咩？係中國人就唔係大晒嘅，你哋班水客搞到上水站長期立亂，難怪市民要去光復咯。我同你都係中國人，都係亞洲人，都係人。我唔係中國人啊！我食多屎，食得多嘅。呢位哥仔咁興有原因㗎。我哋都知嘅，如果越個需求越嚟越大嘅話，物價就會不斷咁上升啦。咁你自用都好啊，有啲直頭係一箱箱，甚至連益力多咧，都走去一箱箱、一車車賣翻上大陸嘅。咁導致到咧，其實香港新界北部咧個物價係升得好犀利嘅。北區好多都係機場，搶貴晒啲嘢，唔止㗎，仲帶嚟其他問題，唔火就假啦。上水火車站嘅外圍咧，好多時都有好多水客喺度聚集啦。咁嗱，一方面就會影響到個交通啦，另外一方面咧，對當地嘅秩序甚至係治安咧，都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喺度嘅。加埋雙非一簽多行呢啲新聞，已經搞到強國人個朵唔好㗎啦，仲唔一次過爆咩？不過大家千祈唔好俾仇恨遮蔽雙眼下，通識科要批判思考噶嘛。我哋要諗點解強國人要走水貨呢？一啲高科技嘅產品，例如 iPhone 啊或者 smartphone 呢一類嘅電話呢，其實香港銷售個時間呢係會早過國內嘅。所以喺強國一部咪抽到過萬蚊咯。國內生產嘅產品基本上個質量呢，仲係同國外嘅產品有一定嘅距離啦。歌都有得唱啦。假麵包、假奶、假雞蛋、假醋、假酒，你能說都有。加上強國搞埋啲一簽多行，啲人日日出出入入，直頭一發不可收拾啊！好在網民力量成功啦，一連幾日警察大舉掃蕩啲水貨客，有人仲已經認罪被判入獄添。睇嚟上水居民可以暫時回復安寧啦。